后来离这个总统大选剩最后的3天，来看侯友宜早起到高雄造势，行入去深入的票仓。 前镇小港基镇的第8选区来拜票，现场有不少的支持者热情甲欢迎。选前最后的冲刺，侯友宜的竞选广告《台湾的未来》嘛伫昨暝来献光。有民众讲，这支影片甲2008年总统大选马小培的竞选广告真相同，同款拢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徛出来发话，搭配着真有气势的音乐。 讲这个影片，放去伫影音平台，才10点钟，就超过9万人看过。侯友宜这个高支持者热烈的欢迎。大家选民是有够激动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早起到高雄拍拍走，先到小港，随来到前镇镇南宫参拜。除了绿箭无停，空箭嘛袂当停。侯友宜的竞选广告昨暝公开。 穿西装侯友宜徛伫山顶，看头前台湾山海美景，刷来一个建会转场，直讲两岸紧张的情势。引发战争的人，往往是国家领袖，几位那县县市首长徛出来，小天气势十足。为民来到这，有人发现讲真面色，原来是甲2008年总统选举时马小培竞选宣传片准备好啊，看起来同款。南投县向前行，彰化县报道。 同款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画向前行，其中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以及家己市长黄敏惠2008加2024年这2支影片拢有出现。英国话要改变，即摆同款讲要轮替。到片尾时，当时候选人前总统马英九正面对镜头，讲话时信心十足。投下决定台湾未来的一票。 看起来真有气势，这摆侯友宜是出全景配口碑，以温暖的气氛带起感动。侯友宜这支竞选影片上架10点钟，伫 YouTube 平台都已经累积9万人次人看过。尤其复制10年前影片嘛，毋茫讲会当像当年同款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